既然这身体本就不属于我，为何还要孕育一个后池出来？我啊，从未拥有过任何身份、亲情，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。你们在意的都是他。阿赤，父神多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到来。走！站住！放下小孩。浩辰，若他还不想见我，圣贤饶命！饶命啊！圣贤饶命！你们是妖族谁人座下，竟敢闯入人间，掳掠幼童？我等是三首龙君座下，龙君命我等入人间，为其收集童男童女修炼灵力。圣贤饶命！我等也是奉命而为。三首火龙，滚回妖界！若你们再侵扰人间，本君定让你们灰飞烟灭。是。天帝与妖皇6万年前就定下约定，两族不得侵扰人间。三首火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说不定是妖族出事了。去玄金宫告诉静渊，我在人间地北城等他。眼下先护了这一城百姓再说。